呢個係數學課，雖然翻學嘅時間咧就俾疫情搞到亂晒大龍，但係話晒都係新學年嘅開始啊！翻學啫嘛，落車又攬又射又拜拜，嚇埋佢。司機唔好嬲，每年開學咧，大家都係最緊張，而學生亦都係最專注嘅時候噶啦，亦都令我諗起以前讀書咧最有鬥志嘅時候咧，就係啱啱開學嘅時間，硬係要立志話今年一定要好好讀書，到最後就。而且唔知道大家係咪同我一樣呢？亦都係呢個時候呢，先至係最有興趣去睇呢啲教科書，因為就算係二手書都好啦，對我哋嚟講都係新書啊嘛，總會好奇入邊有啲咩，係咪？不過大家唔好以為啲錯嘅資訊或者假嘅資訊呢，係喺網上面先會睇到，其實教科書或者學習書都一樣會有。所以今日呢，就係睇一啲全部都真係有病嘅教科書或者學習書。Modal verbs. The modal verbs are can, could, may, might, must, shall, should, and would。到底個 V 字形 W 係咩？OK， 我知道係 will。哦，我知啦，呢本書係想講阿 Will 唔見咗。唔緊要，唔緊要，我唔劇透，大家睇落去就知啦。App 字尾嘅 cap、tap、map。OK，next at 字尾嘅 mat、rat、hat、cat。Wait what？Fat？ 你咪想打 cat 打錯咗個 fat 啊？隻貓心諗你就肥，你全家都肥。咁中意用 F words 嘅，唔覺得小朋友都有樣學樣，都係寫 F 上去啦。我跟住呢一本書咧就舉一啲成語嘅例子，而當中呢一版咧就係講同身體部分有關嘅啦。呢個耳朵及鼻子一欄入邊咧有一個叫咩？鼻毛很長，鼻毛很長都係成語嘅話，咁小雲小吉都係成語啦，三隻小豬都係成語啦。教成語千萬不能說是三隻小豬，三隻小豬第三隻手。好，呢本家政書咧就提供一啲含有反式脂肪嘅食物嘅例子，咁啊包括下邊啲 margarine、French fries、shortening 咁等等啦。而中間呢個呢，我遮得名，大家都估到啦。佢表面上係炸雞，實際上原來佢係咩㗎 ？Instant noodles 公仔麵。佢令我諗起我之前咧拍咗條愚人節嘅大餐啊，點樣整蠱你身邊啲 friend 或者家人。表面上好似炸雞，實際上佢都唔係炸雞。好嘢啊！呢本書個美術編輯應該可以同我做朋友。不過講到整蠱人同埋炸雞咧，就令我諗起之前有間 J 字頭嘅快餐店咧，佢都出名賣炸雞噶嘛。咁啊嗰個人就冇諗過買翻嚟食落一咬都咬唔開嘅。我頂，竟然係咩㗎？炸毛巾喎！我心諗呢個客應該真係以後唔會再幫襯呢間嘢嘅啦。好慘啊！呢個先真正嘅大整蠱。跟住呢堆書係俾細路仔睇喎，C++ for kids 啊，對唔住，更正翻係細路仔加 BB，HTML for babies，CSS for babies，JavaScript for babies。What？ 認真咩？我頂，認真喎，真係講真嘢。喂，佢真係教啲咁深嘢嘅喎，哇！真係有人買嚟俾 BB 睇嘅喎，真係贏在起跑線真係咁重要咩嚇？即係要贏你哋得一個方法嘅啫，就係贏在出世前。首先咧就要俾準媽媽學識咗先，然後就俾準媽媽進行胎教。咁就算18歲啊，都有19年嘅工作經驗。不過其實 programming language 咧，其實咁早學真係冇乜意思嘅，因為到10幾20年後，到你大個都真係做翻 programming 咧，分分鐘已經轉咗 language 嘅咯。咁當然啦，對於一個建立小朋友嘅邏輯思維啊、組織啊，都好有幫助啦。不過當你哋以為要 BB 睇呢個 programming 嘅書已經夠晒癲嘅時候，少年你實在太年輕啊！仲有一套書咧係比佢更癲，更加可以訓練到 BB 嘅邏輯思維啊等等。直頭有套書叫咩啊？寶寶的量子力學啊！大人都唔識啦，唔好話小朋友啦，黐線！成個系列有好多唔同嘅書㗎，咩物理光學啊、牛頓力學啊、量子力學入邊仲有量子糾纏學啊。但係有樣嘢咧，真係忍唔住要講嘅，即係話説我喺人哋個 blog 度睇呢一本書嘅介紹嘅。咁呢本係介紹緊寶寶的物理光學嘅。我估呢個人本身對呢一個範圍嘅嘢係完全唔識嘅。咁佢只係求其放一啲內頁嘅相咁做example俾大家分享下咁樣啦。咁我就碌到某一個位咧，首先係我感覺唔對路先嘅，然後再望真啲，唔係喎，佢真係錯咗喎。嗱，可能有啲人未必睇到啊，我簡單俾個30鏡嘅例子俾大家望下，然後再喺呢張圖畫條髮線俾大家望下。咁我諗有基本嘅物理常識嘅朋友都應該睇到有問題㗎啦。喂，大佬，佢連基本光學都出事，我點信佢量子力學啊？你成套書都係砍掉重練啊！今次輪到癲啊！嗱，呢張圖咧就真係一本教科書入邊其中一張示範圖去説明 parallel circuit， 即係並聯電路。咁我諗應該大家都即刻揾到啦。即係呢個唔係 parallel circuit， 呢個係 short circuit。我唔知有幾多人會聽到啲人講話佢 short 咗啦。其實 short 話嗰個人 short 咗咧，就其實 short circuit 嗰度嚟嘅。即係頭先嗰個就 short 地啫，而家呢個直頭真係 short 咗。
咩事啊？孩子們手連着手，五雙小手把這一段電線接上了，電流通過他們的身體，通到了指揮所。咦，咁嗰本書係講得啱喎嚇！太陽當空照，花兒對我笑，小鳥說早早早，你為什麼背上小書包？我去上學校，天天不遲到，愛學習，愛勞動，長大要為祖國立功勞。哇，原來國家冇忘記我㗎，終於有任務交俾我啦，就係做電線啊，通電去指揮所。哇，國家一定會記得你嘅，他朝一定會感謝你嘅貢獻㗎。就算一張廁紙、一條底褲，都有佢本身嘅用處㗎吧。好，跟住呢個就係重組句子啦嚇。大家望下重組句子嗰度咩？他們兩個跑得飛快，3.3年都冇分咗勝負，所有啲動物都為他們鬧合咗嘅。森林裏狗和兔子都認為太自己跑得最快，就又不服誰。到最後狗和兔子因為過分勞累死在終點線上。頭先嗰個就係要贏在起跑線，呢個就死在終點線，咁樣真係好咩？哦，即係呢個其實有好深層嘅寓意嘅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無論你點樣跑成點都好，最尾大家都係殊途同歸，因為無論你中間嘅過程過成點，到最後都係始終難逃生命終結嘅時候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哇！下列哪一個分數最接近2？咁有4個選擇俾你揀，分別係1同埋1。首先我揾唔到任何分數喎，咁我咪揀咩都死？咦，唔係，我加翻個分母都係1俾佢，咪變成分數咯？假分數都係屬於分數嘅一種啦，係咪？咦，定還是佢係問下列哪一個分數 score 最接近2啊？咦，咁即係換句話講，你揀邊個都啱噶喎。哇，送分題嚟嘅呢個，原來正啊，保底啊，有佢就起碼唔會0分先 ，yes。頭先咧就激死啲 physics 嘅老師，今次呢個要激死 bio 老師。嗱，呢張就好明顯係一張家庭關係圖啦，用嚟表達唔同人物佢哋之間嘅關係啦。4兄弟姊妹係由阿爸阿媽生出嚟冇問題，但係上面係咩事呢？點解阿爸阿媽都係由阿爺阿嫲生嘅呢？頭先嗰個唔知係阿哥同細妹定係家姐同細佬，依家呢個都係咁，不特止啊，佢後代仲要係咩啊？仲要係一隻狗啊！雖然睇個鋼鏈知道合成獸呢樣嘢有免疫力啫。但係見到呢張圖咁樣表示阿仔女合體生隻狗出嚟，其實都頗為震驚嘅。家庭關係圖唔係咁畫㗎，大佬，即係學阿肥媽話齋，唔好害人哋啲仔女啦！講到最把炮，梗係不得不提呢個詩人啦。賈天傳，女，漢族，1979年10月出世，當代作家詩人，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，陝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，當代作家賈平凹之類。佢寫嘅《雪天》，大家一齊欣賞下。我們一起去尿尿，你尿了一條線，我尿了一個坑。哇，好犀利啊！成篇文冇提過積雪，但係都完全感受到積雪有幾深啊，而且仲好貼地添啊！然後你就嘗試玩下佢啲詩添啊，唔單止尿嘅屎都玩埋噶。啲小學生聽到啲咩笑話會笑啊？咪就係屎尿屁咯！哇，相信佢啲詩集啊，一定好討小朋友歡心嘅啫。假錢錢。所以我話佢咧，佢唔單止係文學作家，即係文學作家，啲詩全部都有味道噶。人哋標題都講到明黃瓜啦，咁你黃瓜換成他咪得咯？對唔住，我唔應該 judge 佢啊！佢作為一個大詩人，嗱，我應該係要好似啲網友咁樣去寫翻類似佢嘅詩嚟做致敬，係啊，即係原來呢個世界原來大家都去做詩人噶，就係咁簡單嘅啫，就好似每個人都去做 YouTuber 一樣。咁所以我為咗致敬佢，都寫一篇新詩，在下獻醜啦。開學一起做檢測，你出了一條線，我出了一個十字架。拜屎尿屁文學作家初哥，靠號。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啲會睇壞腦嘅教科書或者學習書，唔知道大家覺得最深刻，又或者覺得最差嘅係邊樣呢？咁歡迎大家留言分享，又或者大家今年亦都發現到啲咩新奇嘅嘢，亦都歡迎留言或者投稿分享啊！今次條片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睇得開心之餘，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睇任何嘢都要思考啊，唔好照單全收啊！係咁。呢3隻字放埋一齊，真係好咩？